做个经过加工做竹炭，喺台湾已经做为10年嘞。其实生产竹炭是得讲系有环保、经济价值有高嘅产业，因为做竹炭嘅材料做嘅3到5年都有好杂嘅，还有竹炭嘅调节湿度、除黑除味、养护外线风沙也按多嘅功能，都是得用提轨到日常生活用品上，甚至烧竹炭嘅过程产生嘅甲烷，还有机会促成甚至能发天。提供新能源减碳，而前替代新能源的时代，竹炭利用是得讲系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同开发的方向。苗栗公馆嘅深山厂房地带，动态嘅建筑上同山后嘅点线形成强烈嘅对比。师傅修落嘅同竹几平长，那系较太极嘅竹，下来铺做石。经过前置专业嘅竹，外先送到了解泡竹室做初步嘅看守流程。竹嘅几个孔咧，夹前面嘅硬嘅。嘢目前配灶就等于烧，我比想讲。啊，种系爱配几久？原则上差不多係1禮拜邊嘅。呢度就係配過嘅竹，表面像係一個一層烏色嘅粉胸款，底部大約含有20%左右嘅水分，今日將外本人送入油度碳化。竹进世界表土油度，对地下开始，然后变做竹炭，前后包括加温同降温，起码要2間1嘅時間。竹嘅碳化要比細火開始比升到高温。像入油啊，像人家入油入好，就開始點火落去嘅時間，頭尾差唔多係1禮拜到半月，不斷咧。就從正常温度就要32度，一直燒到950度，也過長係安尼。但是也做中間做唔得停嘅。本土控制有好無，係小竹炭成功嘅關鍵。入者你下認真天路監測，本製作過程及問題，希望小一百油嘅成本2000萬，化作負也係出現無好嘅產品。咁就麻煩太咧。原則上1年啊，就目前來講啊，一隻油差不多燒10油，安尼一隻油呀，10油。重量有幾重上咯？差唔多，像啊一盒油差唔多2萬公斤咧。呢度就係小號嘅竹炭，體積變有較細，不過還係看得出竹嘅樣。只係檢討油度2間1嘅時間，仲係較為惡咗劈，所以入者係咪日記寫來保證好品質。你清楚，你從你水槍啊，幫你練好，煮那10鍋煮茶煮飯。炭嘅燒好歸燒好，燒好過程中佢個毛細孔地位度啊，毛管孔地位度嗬，係你講怕會有灰塵啊。灰塵嗰度從我4個，我都唔敢4個，係10個，我煮過買消費者拿咗去直接就用的。送屋係關於當有規模嘅竹炭業者，同苗栗公館嘅老屋，上一台本來生產火炭，不過等時代變遷，火炭業早已經封閉幾廿年，10年前有100個機會，用體試做竹炭產業。以前細時陣阿爸都燒火炭嘅啊，所以我就兄弟姊妹阿爸燒火炭，然後我就學到睇嘅。啊，還有我以前阿泰國聽到阿爸都燒火炭，燒到左邊轉嚟冇燒嘅時陣，出現落背，看到媒體嘅報道講燒竹炭，我就兄弟將攞去研究一個竹炭。竹炭油嘅運作
开启生活对碳嘅传承。唔过强款弄嘅烧炭，竹炭就会比火炭复杂同困难。输的迄唔係控制嘅，做嘅迄控制嘅，伊烧起來品質迄控制嘅方法完全無共樣。感覺迄共樣嘅炭嘅，但是伊嘅燒嘅方式係無共樣。大約經過2年，生活將受到燒竹炭嘅挑戰，同時本品質問題。一頭嘅時節，堅持定產銷合意嘅經營策略。燒炭嘅喺亞泰國都燒炭嘅，啊亞三國呢，伊本來係做衫嘅，做成衣外燒、內燒嘅。加到民國89年、90年嘅時節，台灣嘅成衣來講已經較沒落嘅，較無按好做嘅。拄像我哋轉型，即刻就吃燒竹炭。啊，燒迄個東西伊唔點樣嘅用，拄家庭講以前做成衣嘅帶來加工，然後用成衣嘅方式來去做。將竹炭同紡織品結合，喺生活嘅生產態中，像年輕阿姨所製作嘅，就會富起呢條用品。唔單止布料已經同竹炭結合，兩個過程還會加入竹炭粒。將竹炭吼，伊那路邊粒嘅大邊粒嘅時節，撞到人家個護具，布嘅個竹炭嘅布來夾上下，哦，然後人家就原來嘅一種彈性嘅竹，一共用個竹炭嘅布嘅做一個結合。然後一般市面上嘅無共樣，就講一個護具係要加一個竹炭嘅炭粒，安尼效果較好。順順的這樣拉，哦，這樣子，所以我如果自然就不用水洗，我都只要拿去自然太陽曬就好。流得很那個還是要水洗，就清水洗。對。竹炭是在運用到日常生活用品上，起碼也有3出種，無論係作界、過界，亦係水務用界，物嘅農藥。竹炭的功能真好啊，多方面的功能哈，故說講。唔使問我做衫褲啦，做起來會比較舒服啦，佢會較唔會有汗臭味啦。哦，穿起來有遠紅外線作用，幫助人的身體的循環。每項產品攏講有其功能嘅特性，都經過科學檢驗了後，也確實本來條產品對正常嘅無人機到了下特色強定愛。佢只是90年㗎，咱人講竹炭無人談嘅事，我咱人解釋講。哦，竹炭很用啊，用嘅時候出來買咁多竹炭，加嘅只是遐樣。養下嘅時候唔係咧，大家就哋講竹炭真好用。兩係工研院研究團隊先研究過竹炭嘅功效，經透過精密嘅儀器分析，知道竹炭嘅表面有多空性，原先嘅功用也就多量。大概每1公克的竹活性炭，它可以所占有的比表面积大概至少1000米平方以上。好，那这个就是说，小小的一个重量的1克为单位的话，它的表面积就会非常大。那这个表面积一出来的话，基本上对于它的一个吸入功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吸入功能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在所谓的，比如说空气净化啦，或者是水质净化这一部分。有人講竹炭係無金。就會認為除了調色、除臭功能之外，還有遠紅外線的功用。那我們也做過它一個遠紅外線的一個檢測量測哈，大概在波長大概在4 micron 到20 micron 這一個波長範圍區域內的話，它的一個紅外線吸入量測的話哈，就是輻射量測的話，它的比例大概至少都有85%到90%以上。哦，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類似像黑體輻射的一個材料。雖然竹炭按新奇，不過大量盜竹做竹炭嘅行為，難免被外界質疑可能造成生態失衡，也係破壞環境。不過事實上，透過適當轉配到，顛倒使得本自然生態環境取得平衡發展。4到6年。你就可以去疏滑它，
你不疏滑它的话，整个竹林的话有效利用啊就会非常差。所以它基本上我们的话大概就是大概每4年我们就可以取得一批竹子。如果说你去砍的话，它的地下茎会赶快它会有生长，因为生理的一个因素。那么一个斜坡，如果说这个地下茎有在生长的话，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持土壤保持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说这个竹林荒废掉了，那么这个竹子死掉了以后，反而会造成对生态不好的。竹炭和时代通天，也係工研院同研究竹炭時嘅發現。这个竹炭我们在一般号称在高温，就是750度 C， 在缺氧的状态下所去碳化的以后，它的组织会变成石墨化。那么石墨是一种在大自然界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电体，所以竹炭能够在很快就让它能够变成是一个导电的材料。唔單止咁呢，工研院同研究過程當中，還發現小竹炭時代發現。这个烧竹炭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利用缺氧的状态，把这个竹材所热分解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气体，我们把它引用到发电机，大概2吨2000公斤的这个竹材，另外也会產生5000瓦的这样一个发電量，所以對台灣的這個整個節能減碳方面也是很有助益。雖然小竹炭嘅發電功能得到證實，不過只停留到研究階段，要漸見量產，同時實際拿來應用，可能還有當多困難。但是如果說跟我們目前的水力發電或者是核能發電，所比較出來這個成本來講，還是比較偏高的。那麼現在沒有辦法說大量的這樣去使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材料必須要集中，就是說因為它是連續的一個碳化過程，但是它用的量很大，很大。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一個地點，才能夠去建置這樣一個生質能發電的一個基地。就算呢，不過算得唔承認，到替代性能源嘅範圍之外，用竹炭來發電，也係一個可能嘅想法。就像竹炭運用到工業嘅用途上，已經漸漸本然開發來替代部分消防業嘅功能。我們現在非常熱門的太陽能，太陽能它是一個供電，就是集電裝置，但是它集電下來，它還有一個儲存的一個裝置。那我們的碳材預計就是用在這個儲能元件上面。那麼工研院的目的就是把這個導電性的這個碳能夠開發到所謂的超高電容器。超高電容器它是可以去儲存來自於大自然界，比如說太陽能啊，或是水力發電、風力發電的這個多出來的電能，儲存以後，我們可以再經過一個調電器以後，讓它能夠慢慢的能夠釋放。透過碳化，竹嘅價值得到充分利用，完全唔會打傷皮，也唔會有環境破壞嘅問題，還是得有很多嘅副產品同功效，甚至研發單位還想同竹炭變到工業用途上，唔單言嘅竹炭充滿無限嘅未來性，同能源市場上提供更加多嘅可能，漸見本人嘆為觀止。也如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參知，感謝大家嘅收看，有乜嘅意見也想自行會提供，每場同樣嘅聯絡，再會。